喺第一世紀嘅巴勒斯坦社會，牧羊人嘅地位係處於邊緣嘅，因為佢哋工作嘅性質成日都同野外嘅牲畜為伍，冇辦法嚴格咁樣遵守潔淨嘅禮儀，所以喺宗教上常常被視為不潔。佢哋居無定所，甚至乎喺法庭上邊，牧羊人嘅證詞往往都唔被接受。佢哋被視為唔可靠嘅社會底層。佢哋遠離咗象徵住宗教權力核心嘅耶路撒冷聖殿，係被主流社會常常遺忘嘅一群人。不過喺路加福音嘅記載，天國君王降生嘅第一張請帖，冇發俾住喺宮殿裏面大權在握嘅希律王，亦冇俾熟悉律法、地位崇高嘅祭司長或者文士，而係俾咗呢一班喺曠野中守夜嘅牧羊人。上帝嘅救恩臨到係不設門檻嘅，佢揀選世上軟弱、卑微、俾人厭棄嘅，呢個正正係福音，所以帶嚟最大嘅喜樂。因為冇人被遺忘，無論係你喺社會上邊嘅地位係點，無論你覺得自己有幾渺小、幾唔配，上帝嘅眼光始終都睇住我哋。牧羊人嘅被選召話俾我哋聽，神聖嘅歷史往往喺最唔起眼嘅角落嚟到展開，最偉大嘅啟示常常都臨到最謙卑嘅人嘅心靈。